疫情过后，这护理师是变较真欠。目前毕业出来护理人员，逐年只有6成外，真正有去做护理师，而且逐年呢，拢搁再有5000人离开职场。工会就呼吁讲，若准无继续来解决这薪水上低问题，甚至是在职学生的培养，未来护理师欠工的情形会愈来愈严重。 疫情期间，护理人员穿防护装备，伫室外替患者采检，辛苦轮班，甲烦恼厝内人防过着。这款生活经过2冬多，有袂少人拢感觉伤忝头，抓时头路。那护理人员欠卡缺的问题是一直维持到大。有限的人力怎么去满足职场的需求？就是延长工作时间、加班，或者是降低他们的休假系数。医院为了要继续的服务民众。 他当然就是纷纷的关床，薪水比先进国家更较低，上班的时间煞颠倒较长，尤其是夜班，一个护理人员可能要顾20个患者，而且假使少，当年加入护理界人才是愈来愈少。 捌做过护理师，现任立委陈情斌调查发现讲，最近9000外拄毕业的学生当中，虽然有7000到8000外人有考证照，不过实际来到工课场的，干那4000到5000人，而且逐年一直有人咧离开，因为假使少的问题，伫学校这部分，护理相关的科系要找老师嘛真困难。很多专科学校会觉得说，我们都不知道不知道有没有得生存啊，那都不敢聘老师，或者不敢聘高阶师资，或是说如果高阶师资都觉得在五专能够到 科大能够到像我们学校国立学校，就会跑掉了。以明年来讲，113我们会公告一个针对专科高阶师资提升的话，我们奖补助都有增加。我想这个也是护理协会给我们的建议。卫福部表示，已经请各病院针对轮班的护理人员爱顾病人的比率开始来调查，希望透过数据来制定更加合理，而且是接近临床需求的规范。另外，嘛会检讨健保相关的奖励等等的制度，来甲人才留好条。记者施宜家林志坚综合报道。